弟兄姊妹平安，我哋同心禱告。親愛嘅天父上帝，我哋感謝你，因為你差遣你嘅愛子耶穌基督來拯救我哋，我哋憑信就可以得着呢份救恩，有復活永恆嘅生命。求聖靈開啟我哋嘅心，使我哋明白你嘅話語。求你用真理使我哋成聖，因為你嘅道就係真理。禱告奉主耶穌基督聖名，阿門。我哋書寫用嘅中文有唔同嘅體裁，好似有記敘文、說明文、議論文及抒情文等等，而每種體裁都有佢嘅表達方式同埋功能，讓讀者可以更加容易理解到作者寫作時嘅目的同埋內容。同樣嘅係，我哋嘅聖經都有唔同嘅體裁。當我哋知道聖經作者用乜嘢嘅體裁嚟寫呢段經文，我哋就更加容易理解到經文嘅內容，冇咁容易搞錯咗聖經嘅意思。聖經嘅體裁會有敘事文、詩歌、比喻同埋寓言等等。只不過有時聖經某啲嘅經文，佢係屬於乜嘢嘅體裁，就出現咗唔同嘅睇法。而我哋今日睇嘅福音經文就有呢個問題出現。今日嘅福音經文記載喺路加福音16章19至31節。我哋用開嘅和合本修訂版嘅聖經標題係財主和拉撒路。如果返咗教會已經有一段時間，應該都會睇過呢段經文。不過大家覺得呢段經文係耶穌講緊一個真有其事嘅事實，而如果係事實嘅話，佢就係一個敘事文，亦話佢只係一個故事，目的只係為咗帶出一個教訓。如果係，佢就係一個比喻。有部分釋經學者認為，經文中嘅財主同埋拉撒路嘅事情唔係一個故事或者比喻，係一個真實發生過嘅一件事情。當中耶穌將兩個都係亞伯拉罕嘅後裔嘅希伯來人講出咗佢哋死後嘅光景嚟話俾我哋知，目的係要警戒在世嘅人，在世時要一定做好自己嘅本分。不過，亦有唔少釋經學者認為，財主和拉撒路嘅經文並不是一個真實事情，而係一個比喻。佢哋嘅理由係喺編排上，路加福音第15章及第16章呢兩章嘅編排入面，主耶穌嘅教導都係用比喻，所以耶穌係一連講咗5個比喻。前3個比喻就係迷羊的比喻、失錢的比喻同埋浪子嘅比喻，講明咗上帝嘅慈愛同埋憐憫。上帝係樂意尋找嗰啲拯救失喪嘅罪人。而後面2個比喻都係用嚟警戒信徒。先提到一位不義嘅管家，再談到一位冇同情心嘅財主，用嚟警戒信徒，人應該如何運用上帝賜俾人喺世上嘅嘢嚟做合乎上帝心意嘅事。而根據我對經文嘅分析，呢段經文係具有典型嘅比喻特性，例如簡化咗人物設定。財主係冇名字嘅，雖然窮人係有拉撒路呢個名，但呢個名喺當時係十分之普遍，有受援助者嘅意思。另外，當中有強烈嘅對比，個對比就係地上嘅富裕同埋死後嘅痛苦，以及生前嘅貧窮及死後嘅享福。好刻意咁提到生前同埋死後有一個極大嘅反差。又另外有關人死後喺陰間嘅情況，根據猶太人嘅一啲古老文獻，原來當時嘅猶太人嘅諗法，
佢哋確實係會對死後係有陰間同埋懲罰呢個嘅睇法，對當事人嚟講並唔陌生，所以呢個比喻對當事人嚟講係一啲熟悉嘅事情，而呢啲種種一啲嘅因素，確實同一個比喻通常有嘅元素係十分之混合。因此，我會將今日嘅福音經文視為耶穌講嘅一個比喻。透過呢個比喻，耶穌希望引導聽嘅人，尤其係信徒，反思自己在世上時嘅生命，之後就可以做到合乎上帝心意嘅事。今日嘅福音經文一開始，路加福音16章19節，經文咁樣講：有一個財主穿着紫色袍和細麻布衣服，天天奢華宴樂。紫色袍係當時作為皇室及有錢人嘅標誌，因為當時要提煉紫色顏料係需要好昂貴嘅成本，只有有錢人先至會穿紫色嘅袍，而細麻布衣服亦係需要用比較貴嘅細麻所織成嘅布料，再將布料製成衣服，亦係相當嘅貴重。呢個財主唔單止穿得好、着得靚，而且天天奢華宴樂。呢度表示咗財主每日都要食山珍海味，又要講究華麗嘅排場，盡情嘅享樂。經文跟住嗰兩節20至21節，繼續話，又有一個討飯的名叫拉撒路渾身長瘡，被人放在財主門口，想得到財主桌子上掉下來的碎食充飢，甚至還有狗來舔他的瘡。拉撒路係當時好普通嘅一個名字。呢個討飯食嘅拉撒路，佢唔單止係要討飯食，而且全身長滿瘡。由於拉撒路冇嘢食，又有病，有人就將佢放喺財主嘅門口，等財主喺食完嘢之後，希望拉撒路可以得到財主喺台上掉落嚟食剩嘅食物。而經文中提到還有狗來舔他的瘡，呢隻狗未必係屬於財主嘅狗，亦有可能係隻流浪嘅狗。比喻中嘅狗係想表達拉撒路嘅處境就好似狗一樣，而當時嘅狗隻會被人輕視，係得唔到人嘅幫助同埋同情嘅動物。喺世上兩個截然不同嘅人，但死咗之後，呢兩個人嘅處境就啱啱好調轉晒。喺22至26節就記載到財主與拉撒路死後嘅情形。喺經文中第24至第25節講到財主所受嘅痛苦相當之大，當中提到他就喊着說：我祖亞伯拉罕啊，可憐我吧，請打發拉撒路來，用指頭尖沾點水，涼涼我的舌頭，因為我在火焰裏極其痛苦。亞伯拉罕說：孩子啊，你該回想你生前享過福，拉撒路也同樣受過苦，如今他在這裏得安慰，你卻受痛苦。呢個財主係以色列人，所以佢稱亞伯拉罕為祖先。佢強調佢同亞伯拉罕之間嘅親屬關係，佢想藉着呢個關係用嚟打動亞伯拉罕。財主希望亞伯拉罕吩咐拉撒路用手指嘅尖嚟沾一啲水嚟涼一涼佢嘅舌頭。不過亞伯拉罕嘅回答佢係話，財主喺世上時過着奢華嘅生活，但死後佢就喺陰間嘅火焰中受苦，
而至於拉撒路，佢在世時貧窮受苦，但佢死後就被天使帶到亞伯拉罕嘅懷中，得享安慰同埋祝福。在座嘅可能會諗，究竟財主犯咗乜嘢罪呢？弟兄姊妹，財主係冇做過殺人放火、偷呃拐騙嘅事，但係我嘗試用一單新聞嚟講解下佢所犯嘅問題。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日本嘅新聞？喺今年4月，日本就發生過因為米嘅供應唔夠需求，就出現咗嚴重嘅失衡。簡單嚟講，就係需求大過供應好多。就算日本已經係國家有儲備米嘅習慣，但係呢啲儲存嘅米亦消耗得好快。由於呢啲情況持續，就令到日本嘅供應好唔夠市場嘅需求，亦導致咗米價創下歷史新高。日本人要食貴米，甚至冇米食，令人民怨聲載道。不過，身為日本一國嘅官，農林水產大臣江藤拓喺傳媒面前卻係話，佢從來唔需要買米，因為支持者送俾佢好多米。其實佢咁樣講，只係表示咗佢冇體會到窮人要食貴米嘅慘況，結果引起公憤，最終佢被迫辭職。我可以話喺現實入面，其實真係可以有比喻中嘅財主存在，而財主所犯嘅罪就係佢冇體恤窮人，冇幫助窮人。從呢個比喻入面，耶穌並冇表示過擁有財富係唔啱嘅事，亦冇話過財主生前一定要放棄佢嘅財富。耶穌想我哋知道，財主唔應該喺佢嘅財富入面揾到自己以為最大嘅幸福同埋安全感。而且耶穌更想提醒我哋，人必須將世上嘅財富用嚟成為獲得更長遠、得到永恆幸福嘅工具。如果我再具體啲講，就係財主本來可以用佢呢啲嘅財富去幫助有需要嘅人，讓自己同埋拉撒路都可以喺死後被天使帶到去放喺亞伯拉罕嘅懷裡。但係財主卻以佢嘅財富成為佢唯一幸福嘅來源。當財主死後，財富再唔能夠為佢帶嚟啲乜嘢，但係佢卻要面對死後嘅審判。比喻嚟到呢度有一個小嘅總結，總結就係擁有好多財富嘅人，而佢將財富單單為自己享用，而唔積財寶在天上，其實係一件不幸嘅事情。當然，呢個只係比喻中嘅其中一個教導，因為耶穌嘅比喻唔係嚟到呢度就停咗落嚟，而係仲有下文。喺福音經文嘅最後5節27至31節，財主說：我祖啊，既然這樣，求你打發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為我還有5個兄弟，他可以警告他們，免得他們也來到我這痛苦的地方。亞伯拉罕說：他們有摩西和先知的話可以聽從。他說：不，我祖亞伯拉罕啊，假如有一個人從死人中到他們那裡去，他們一定會悔改。亞伯拉罕對他們說：如果他們不聽從摩西和先知的話，就是有人從死人中復活，
他們也不會信服的。喺呢度，耶穌藉呢個比喻講出咗一個真理：財主知道自己嘅刑罰無法改變，佢就請求亞伯拉罕打發拉撒路去警戒佢嘅屋企人，叫嗰啲仍然活喺世上嘅5個兄弟及早改過，以免日後亦要嚟到陰間受苦。但係亞伯拉罕嘅答覆簡短而堅決，佢話：如果他們不聽從摩西和先知的話，就是有人從死人中復活，他們也不會信服的。其實財主身為亞伯拉罕嘅後裔，身為以色列民，必然會聽過摩西和先知嘅說話，因為以色列人自細就要背誦相關嘅經文。財主嘅5個兄弟亦必然會聽過，甚至識得背誦，都知道上帝嘅教導就好似財主本身一樣。問題只係，當人嘅心已經被世上嘅享樂所蒙蔽，自以為已經掌握到現在同埋將來，對其他人講嘅說話根本就唔會聽得入耳。因此，財主真正嘅問題並唔係佢擁有幾多嘅財富，而係佢冇跟從到上帝嘅說話去做事。亦因為咁樣，我哋所熟悉嘅使徒保羅，佢就講出咗人生在世應該如何做人處事嘅方法。呢個方法就記載喺今日嘅新約經文，就喺提摩太前書6章6至19節。今日我主要講第6至第10節，我讀俾大家聽。其實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利，因為我們沒有帶什麼到世上來，也不能帶什麼去，只要有衣有食，我們就該知足。但那些想要發財的人就陷在誘惑、磨浪和許多無知有害的慾望中，使人沉淪，以致敗壞和滅亡。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因貪戀錢財而背離信仰，用許多受苦把自己刺透了。一開始，保羅講咗個最重要嘅信息，就喺第6節，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利。呢節經文我之後會再作解釋，而保羅都有解釋。保羅嘅解釋係咁嘅，第17節，因為我們沒有帶什麼到世上來，也不能帶什麼去。呢一節提醒我哋人嘅生命嘅短暫同埋有限，要人知道物質財富只係暫時性嘅，無法帶人去到永恆之中，所以唔應該過度執着於世上嘅財富，而應該係着重於屬靈同埋屬天嘅事情上面。保羅又話第8節，只要有衣有食，我們就該知足。呢度保羅進一步強調咗，基本生活嘅需求係應該有嘅，但需要知足，因為一顆知足嘅心，能夠幫助人避免陷入不斷追求物質嘅陷阱入面。接住嘅係保羅就講出咗嗰啲唔知足嘅人嘅問題。喺第9節，但那些想要發財的人就陷在誘惑、羅網和許多無知有害的慾望中，使人沉淪，以致敗壞和滅亡。呢一節係承接之前嘅經文，警告嗰啲唔會知足嘅人，
佢哋容易有貪婪嘅心。呢啲唔知足嘅人會不斷追求財富，令自己嘅慾望不斷增加，就容易令自己陷入誘惑同埋罪惡當中。到時佢喺精神上就會有更多嘅困擾，最終甚至會帶嚟無可挽救嘅後果。之後保羅就總結人因為唔知足所帶嚟嘅禍害，喺第10節，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因貪戀錢財而背離信仰，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呢一節揭示咗貪財係好多罪惡嘅根源。當人太過想追求金錢，會使人偏離正確嘅人生路，會帶嚟更多嘅痛苦同埋煩惱。嚟到呢度，我講返呢段經文嘅第6節，就係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利。當中提到嘅敬虔係一種對上帝嘅尊敬同埋渴慕。而呢種敬虔係會表現喺生活上唔同層面，因為對上帝敬虔嘅人，佢唔單單係抱着敬畏嘅心，佢更加係想時刻都親近上帝，好想知道上帝嘅心意係啲乜嘢。所以敬虔嘅人首先要做嘅就係佢要熟讀上帝嘅話語，佢先至會對上帝有深刻嘅認識，並且能夠以上帝為中心，過着討上帝喜悅嘅生活。其實，當一個基督徒有敬虔嘅生活，佢唔會淨係限於教會入面嘅活動，而係佢每時每刻都會敬虔度日。於是乎，當佢遇到唔同嘅事情，佢都會思想點樣做先至係上帝所喜悅嘅事。就例如，敬虔嘅人會喺面對金錢嘅誘惑嘅時候，佢會選擇正直，佢唔會做行賄或者受賄嘅行為。又喺遇到困難嘅時候，佢會曉得如何嘅全然交託俾上帝，知道上帝必然會愛佢愛到底。而喺佢成功嘅時候，佢唔會驕傲自大而忘記咗上帝嘅恩典，而係懂得謙卑咁感謝上帝。總括嚟講，呢段經文係教導基督徒要以敬虔同埋知足嘅態度嚟生活，避免過度追求財富，避免貪婪而帶嚟嘅各種試探。親愛嘅弟兄姊妹，當我哋有咗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利呢個嘅睇法，又當我哋將呢個睇法加埋之前耶穌所講嘅財主和拉撒路嘅比喻嘅嚟一齊思考，我哋就應該會有另一番嘅體會。其實無論係財主和拉撒路入面嘅教導，還是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利嘅教訓，兩者都係強調物質財富並非人生嘅最終目標，錢財只係短暫嘅事物，所以真正嘅價值係在於敬畏上帝、信服上帝，以及去做合乎上帝心意嘅事，因為呢啲事情將會去到永恆之中。我曾經睇過一位身處內地嘅傳道人所寫嘅見證文章。喺文章入面，呢位傳道人分享到，
喺佢完成咗神學訓練之後，佢就同另一位同工一齊出嚟侍奉，但佢哋服侍嘅教會比較貧窮，奉獻收入好少，令佢哋生活得非常艱難。後來真係冇乜錢，所以佢哋都要想辦法。佢哋因為都會煮到好味嘅飯菜，所以佢哋就揾嚟幾位弟兄姊妹開咗間餐廳。結果冇諗過嘅係呢間餐廳一開，生意非常嘅好，賺咗好多錢。不過呢位傳道人之後分享到，聖靈提醒佢，上帝呼召佢成為傳道人，唔係要將賺錢成為目標，而係要救更多失喪嘅靈魂，要佢去傳福音。所以當有足夠嘅資金維持教會嘅運作之後，佢哋就做咗個唔容易嘅決定，就係喺生意好嘅時候將餐廳結束咗。佢哋知道上帝俾佢哋嘅召命係要佢哋去關心人，去傳福音，係以祈禱與傳道為念。所以當生活需求達到基本嘅要求嘅時候，呢位傳道人同佢嘅同工就放下咗餐廳嘅事業，繼續去服侍教會。當然佢哋亦有進入社區去接觸嗰啲未信嘅人。唔知大家會點樣去睇呢位傳道人同佢嘅同工嘅決定呢？最後我想同大家分享嘅係，喺香港今日好多人批評教會太過中產，而批評教會中產，佢哋嘅背後嘅意思可能係指教會嘅文化活動或者價值觀過於偏向中產階級嘅生活方式，導致與基層人士產生咗一定嘅距離，亦導致教會未能夠真正回應到基層社群嘅需要。不過可能又有啲香港人會話，今日嘅香港應該唔會餓死人，唔會出現餓死人嘅情況出現，甚至有啲香港人會話香港嘅社會福利會養懶人。弟兄姊妹，無論眾恩堂係唔係中產嘅教會，無論社會入面有幾多福利都好，喺今日嘅世界入面，富有同貧窮呢兩者係永遠都存在於呢個世界，亦係喺社會上面成日都要去解決嘅問題。不過從今日嘅經文入面，我哋睇到，無論係有錢人亦或係窮人，人嘅死並唔係人嘅終結，而係另一種將來嘅開始。而且今世做過嘅事情，我哋將來死後都要向上帝交賬。因此喺我哋還活在世上嘅時候，就要做好應該做嘅事。而事實上，上帝賜俾人喺世上嘅財富雖然各有不同，但係賜俾每個人嘅使命卻係相同嘅。呢個使命就係要人對有需要嘅人有憐憫及有同情嘅心，然後付諸行動。各位，我亦只可以話，當我哋對上帝有敬虔嘅心，我哋先至會越明白上帝嘅心意，我哋先曉得何謂知足，而到時就會發現，人係富有定係貧窮都唔重要，重要嘅係人要對將來充滿信心同埋盼望，
而呢份信心同埋盼望，絕對唔係來自呢個世界，而係來自我哋嗰位創天造地、從亙古到永遠嘅上帝。願榮耀歸於聖父、聖子、聖靈，起初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如此，永世無窮。阿門。我哋同心禱告。我哋嘅天父上帝，我哋感謝你，因為你深愛世人，你差遣你嘅愛子耶穌基督來成就了救恩。求你使我哋能夠敬虔度日，時刻都渴慕你嘅話語，可以明白你心意更加多。我哋嘅主耶穌基督，我哋感謝你，因為你在世時甘願貧窮，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你用你在世嘅生命，使我哋明白何謂知足。求你指引我哋當行嘅事，無論我哋處於富有抑或貧窮，都唔好對有需要幫助嘅人視而不見，而係甘心樂意為佢哋付上關懷同埋幫助。求聖靈時刻提醒我哋，使我哋知道我哋唔好單顧自己嘅事，亦要顧別人嘅事，更當以耶穌基督嘅心為心。求三一上帝把信心同埋盼望賜俾我哋，叫我哋有能力去愛別人，讓呢個世界充滿上帝嘅愛，見證基督，榮耀上帝。禱告奉主耶穌基督聖名，阿們。